色顯得更寂寥。難道我寧願他人好？最後連想講出感覺亦怕很無聊，存在亦變得多麼少。誰會喜歡聽我吐苦水？想要的如何爭取？試一下拒絕到底有沒有罪？重複的自問，還是覺得等一等死不去。能耐耗直到幾多歲？留住笑面，結果將裡面粉碎。